聞女王2成為咗一部預言神劇。新聞一般都係報道發生咗嘅事，但係最近 TVB 電視劇《新聞女王2》裏面報道嘅新聞，居然高度契合咁樣預言咗現實世界發生嘅事，你話出唔出奇啊？譬如劇中出現咗文慧心坐直升機空中報道舊樓坍塌嘅相關情節。吊詭嘅係，劇集開播嘅當日，香港元朗嘅一棟搞緊圍牆清拆嘅村屋就真係發生咗坍塌事故。當時好多觀眾都分唔清邊度係電視劇，邊度係新聞，以為阿蛇就真係轉咗行添。話明係預言神劇咯，一單就肯定唔夠嘅，陸續有嚟啊！劇中 Man 姐同前老細方太喺發佈會紅地毯偶遇撞衫撞到影影，充滿火藥味。呢個同後續微博世界大會上面藍盈盈同蔡文靜嘅撞衫事件遙相呼應。關鍵係大家撞嘅都係白色長裙，有冇咁啱啊？大家知啦，對女人嚟講，撞衫係嚴重過撞車嘅。劇中方太話會拉黑個服裝設計師，唔知道現實中嘅藍盈盈同埋蔡文靜嘅服裝設計師會有啲乜嘢下場呢？唔使罰企啊嘛！你可能會話啦，冧樓同埋撞衫經常都有啦，咁啱得咁巧撞彩撞中啫。好，我當你啱。咁發現二戰炸彈算係小概率事件啦啩？劇中有喺元朗海域發現戰時水下炸彈嘅情節，呢部分嘅戲份早喺7月經已完成拍攝，結果喺今年嘅9月，香港鰂魚涌工地就真係挖出一枚二戰嘅空投炸彈，搞到政府仲嗱聲咁疏散晒周圍6000幾名居民。當時警方採用嘅原地銷毀炸藥，避免引發震動嘅拆彈方式，同電視劇中描述嘅幾乎完全一致啊！新聞女王2裏面嘅炸彈重量係500磅，而9月份喺鰂魚涌發現嘅二戰炸彈炸藥重量係227公斤，單位換算一下就正係500磅啊！仲夠膽話係咁啱得咁巧？問你死未？同樣係7月份拍攝嘅《新聞女王2》裏面，SNK 男性實習生被開除之後，公開總監私下嘅聊天錄音，同最近王家衛錄音事件又不謀而合。劇中古兆華同埋2位記者俾錄低嘅談話內容，涉及女性身體、婚姻、顏值等敏感話題，同之後轟動一時嘅王家衛錄音風波極其相似。當時曝光嘅錄音裏面，王家衛同編劇徐文惡俗咁議論唐嫣、金靖等多位藝人，談話內容涉及女藝人身材話題。想了解嘅社員可以睇翻社長之前講王家衛史詩級大翻車嗰集。其實 TVB 嘅電視劇有預言效果都唔係第一次㗎啦。最出名嘅就係丁蟹效應。1992年嘅10月，鄭少秋主演嘅《大時代》開播，佢喺裏面飾演嘅丁蟹靠做空棋子賺大錢。劇集播出期間，香港股市啱好暴跌，股民損失慘重，因此就產生咗一個令鬼佬都拗晒頭嘅丁蟹效應。丁蟹效應可謂對金融市場影響深遠，以後幾乎上親秋官嘅戲個市都冧嘅。譬如1994年《笑看風雲》首播嘅時候，恒生指數加速下跌，個幾月內跌幅達到20.5%。2000年嘅《大時代2世紀之戰》首播，8個交易日內指數急瀉2469點，跌幅14.5%。2007年嘅《御用閒人》重播之後，7個交易日內恒生指數暴跌2150點，跌幅10.3%，一度失守19000點嘅關口。類似嘅案例仲有好多。當然呢啲都係冇科學根據嘅，大家笑完就算啦。留個問題俾各位社員，大家仲知道邊啲影視作品有預言效果？不妨分享一下。返去抄下《新聞女王2》裏面有冇提到6合彩中獎號碼都好噃。今期先講到呢度，下期見啦。